钱的病。嗯，这一段可能也很多钱看，我们把它分享一下。特别不好，我觉得他总是喜欢拿袖子擦嘴巴。那他就是不肯吃饭啊，什么青菜他都不爱吃，一天啊要哭5、6次。昨晚当然是你们啦，我用耳朵在这儿，他说就在这儿，我说你怎么听不见啊？他说我耳朵塞住了。我有时候真的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生气，他不听我的话的时候很生气的。我给他7分吧，5分，那也8分，我要打8分，7分吧，8分。好，暂停一下。为什么妈妈给孩子打工不到7分？我们希望落空。你自己的家庭，妈妈有做的那么好吗？青菜不吃，白冬瓜不吃，茄子不吃。像你认真念书都不认真念书，这两句话也都不听话，那个妈妈都也不让认真念书，也不大听话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你去思考为什么你喜欢妈妈会来帮你？而且要完美满分。那我们眼里看得到孩子的满分，95%以上的父母亲看不到孩子的满分。或许讲95%可能还是保守，可能更多。那我们的孩子怎么看父母亲呢？他这个是这个。他也在看我讲话呢。我喜欢妈妈陪我玩。我放学回家就是要妈妈抱。我喜欢妈妈的口红，就是她的嘴巴可以亲我，头发很漂亮，也很好玩，还有棉花糖。妈妈下班跟我吃很辛苦，这是喜欢吗？想保护她。妈妈变老了，我伤心。我妈妈想好死。10分是满分的话，我给妈10分。10分。10分，打分了。突然觉得好惭愧。我亲亲你，哎呀，好。爱吗？好，或许喜欢比喻的哈，你会跟你的孩子打起来。为什么孩子这么容易给妈妈打10分？是，因为孩子看到妈妈在骂，是的。那我们的孩子期望会让我们从10分变成7分、6分、5分。那我们不自觉，我们这样的期望不合理，是妈妈的想法，上一代的想法，太那个了，还是下一代的孩子世界太单纯，他们太容易觉得这样就很满分，很幸福。好，这是一个数字的游戏，用数字来衡量，孩子是不合理的。孩
子的世界不是用数字来衡量，而我们大人看的是现实的数字游戏，渐渐忘了数字背后的内页精神意涵。如果我们把大人当成这只是爱我的孩子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是给他爱，那亲子冲突不容易发生，对不对？众生难度，佛就不度呢？济公老师会问我们，不认真就放弃我们了，真的是。所以佛菩萨的境界其实比较接近孩子的世界。所以保有慈悲之心为什么那么重要？一直的思考，对不对？我们越修越思考，越修越精明，越修越会计算。还是我们像个弥勒佛一样，大度能容，了解人间多少事，满腔欢喜，消害天下无贼。这人间有过恶浊的，有过脏乱的，有过纷乱的，为什么弥勒祖师笑得出来？可以如何想去？那天地容不下这世间的人呢？天五不护道，地五不持斋。这是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天地怎么这么伟大呀？那圣人也很伟大，对不对？圣人的道理，你们说哦，对你是善人多讲一些，对你恶人我就不讲。他留下这些东西，认据要不要读？你想想，就你拿去吧。圣人说：现我儒门的弟子才可以读世俗，现什么人才可以得到救赎，得到救度？弥勒祖师真的只有度我们白羊弟子，只有白羊弟子的人可以超生了死。我们太小看弥勒祖师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用这么小的格局来以为我们做的就是弥勒祖师的宏愿，可差太多了。你的格局只关在白羊道场，甚至在白羊道场还分支别派。我们的胸襟可以容下来，还很小，扩大在更大，好吧？好，而这个更大不在乎数字，而在于精神。我们用什么样的精神来面对人生，来面对修办，才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人生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，而是所去的方向。决定方向会让你的努力才不会白费，对不对？那方向如果不对再努力再辛苦，也很难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。